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文化部对7月开始推设艺放馆，使用期限也特别到咯。文化部也表示讲，目前还有4亿外还未使用，也提醒民众爱会去伫消费，嘛加强宣传的力头，希望在最后阶段会当来加强消费刺激。2、1，请插卡。文化部分别伫7月底和9月杀出2阶段的艺放馆，要来进行艺文产业，总金额15.6亿的票券，伫全国万外景的艺文店家场所拢通使用。疫情期间，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，那对于这个艺文的这个产业来讲，其实冲击也很大。好，那我想那个透过消费的支持，对于我们产业来讲，会是一个实质的帮助。根据文化部的统计资料，11月2日进前使用金额有10.4亿，其中所谓券占8.5亿，抓本1.9亿。以排名来讲，消费第3名的是表演艺术产业，金额9000万；第2是电影院有2.7亿，排第1的册店和出版业，累积金额是5.8亿。我们也是应该说，通路里面算是很积极，也投入资源，跟着艺放券一起开始做宣传。所以我们从艺放券一上线。然后我们是投入了抵用券哦，然后鼓励就是顾客回实体消费。那这一段其实成效很不错。一开始有这侪人来有咧用迄艺放券，按久到尾啊就小可较无去啊。差不多开学了，还有一站啊，一个月差不多有加5、6千块啦。大约是安尼数字安尼。所以下单金额差不多。其实无甲一成。伫淡水经营独立册店的丁雅文嘛讲，有民众真正因为艺放券消费原本买袂落手的册本，嘛有人客是专工摕艺放券来因店内消费支持。除了册店，其实侪艺文店家、展览场馆拢会当使用。即阵所谓艺放券年底特别到期，专本艺放券通使用到明年2月底。文化部嘛呼吁有抽到民众爱一记哩使用完。这个 APP 也吹波啦，希望大家讲，你进去消费相关的店家，在我们这 APP 里，就是里面的这些专台湾的这个艺文的这个产业的业者哈，他们其实在这段时间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他们也在配合一些相关的行销活动。疫情伫短短时间内，唔若使咱的生活产生真大变化。政府推出的艺放券，因为侪消费习惯、市场条件影响，其实真好按算艺放券带来效益有偌大。若民间业者嘛调整原本的经营模式，拢是望伫即个疫情时代找找生存的办法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